今次呢，我喺拿巴揀咗4間精心挑選嘅住宿，特別適合獨遊嘅朋友。第一間 Estinate Hotel， 佢係一間 Petite Hotel， 距離美榮橋站只係7分鐘嘅路程。佢同一個集團仲有5間特色酒店喺日本其他地方。今次呢，喺網上亦 book 到呢一間酒店呢，亦都係好少人介紹嘅。咁佢一間好 mini 嘅Petite Hotel 啦，但係呢好有自己嘅風格。咁佢咁巧，我今次呢就可以包到佢嘅特色早餐，亦都係一個我想試嘅早餐，唔係平時你哋見到酒店嘅 buffet 嚟嘅。咁房裡面呢係好簡單之餘呢，就有少少 design嘅元素喺度。咁同埋咧，佢呢度咧而家係下晝5點鐘咧就有個 welcome drink 啦。咁所以我而家喺度休息一陣，就準備出去啦。咁當然咧 staff 都係好 friendly 啦，大部分都識英文啦，就算唔識英文都好努力去幫大家啦。酒店4樓除咗有洗衣機之外咧，10樓仲有2個特色空間俾大家使用。酒店嘅設計主要以 Art Deco 為主，再配合一啲 Modern Graphic。今次嘅 Single Room 我係 Full Agoda 訂嘅，連早餐係5025 yen。單人房呢，基本嘅設施同埋插頭都好齊全嘅，唯一呢，佢就係冇一個熱水煲，但係呢，之後我會話俾大家聽喺邊一度揾到。洗手間嘅空間就唔算大，但係佢哋提供嘅沐浴產品質素都算好，去開日本嘅你應該唔會陌生。10樓提供2個公共空間，亦都係最吸引我嘅地方。無論你 check in 或 check out 都可以隨時使用。顧名思義 ，working lounge 呢就係俾你哋靜靜咁喺呢度做嘢嘅。Community lounge 呢就係俾大家喺度整下嘢食，互相交流、互相分享嘅空間。呢度除咗有 Panasonic 嘅蒸汽焗爐，仲有 Bermuda 嘅 toaster。電熱水煲呢就喺呢度揾到啦。而令我估唔到嘅係，就係佢哋提供嘅所有用具啦同設施都非常高質㗎。我呢當然唔會錯過一個咁好煮食嘅地方啦。而其中一日呢，我就利用咗我嘅早午餐券，4個特色嘅 brunch 啊或者早餐啊，咁又有free drinks 任你揀嘅，可以 buffet bar 咁樣。咁呢個係我最想試嘅。哇，好熱！咁配咗啲cream 啦，同埋再配咗一個雪糕，好香嘅蛋味。咁呢，我就特登揀咗做 brunch 啦，因為其實可以 breakfast time。佢呢度呢個早餐呢係朝頭早到下晝2點，你都可以食選擇嘅。咁個時間係比較 flexible，因為佢有啲種類，好似呢個咁咧，可能適合你下晝當一個 tea break。咁2點鐘 order 都得。咁呢個餐廳呢，仲有一個 outdoor 嘅 section 嘅，好簡單，有幾張台。我會將每一間酒店嘅特色啦，同埋附近景點、餐廳，甚至乎 shopping 嘅地方擺喺呢個位置俾大家參考。睇到呢度，大家訂閱咗未呢？而我訂咗另一間特色房型嘅酒店，就係呢一度，好近縣政府前車站 Kariushi LCH。佢樓下就係 Lawson， 旁邊仲有71。對面呢就好多食肆，咁係好方便嘅。同埋呢喺車站呢，只係3分鐘嘅啫。呢一間酒店呢，亦都係集團式嘅，佢仲有2間 resort 呢係北部。而我今次嘅房間呢，係直接同酒店 book， 係4100 yen 一晚。咁一入到嚟呢，你就會見到呢有個洗手盆啦，喺門側邊啦。跟住呢，你就會見到有幾級樓梯向上行，張書台，咁電視啦都喺呢度噶啦。咁呢個呢係日式嘅，咁所以你隻腳呢係
放喺下邊嘅，跟住再上去咧就係張床啦。今日我會休息嘅地方喺門口嘅側邊，其實係一個洗手間嘅，有個簾隔住嘅。咁呢度有個電視機啦，一個水煲啦，一個全身鏡啦，哇，好高喎！咁出邊咧係一個街景嚟嘅。如果膝頭哥唔係咁好嘅人咧，就可能會辛苦啲啦。咁樓上咧就係一張 loft 嘅 style 啦，咁佢就係一張簡單嘅床啦。入邊咧都係有一個電視機嘅。咁而家呢個咧係一個 welcome drink 嚟嘅，咁啱啱我就想試檸檬味嘅。呢間酒店咧可以直接從呢度咧過去呢一間 Lawson 嘅，佢同酒店連住嘅，24小時都可以出入㗎，只要咧我拍咗房卡就得㗎啦。今次咧，我為咗介紹呢個 cabin style 嘅特色住宿，我特登做咗 double booking， 距離木至站只係8分鐘嘅路程。首先介紹呢一間呢叫做 Minimum Mist， 顧名思義，佢係只係提供女生住宿，而且佢係今年嘅1月份先至開。佢最大嘅特色就係呢個咁優雅嘅設計。今次呢，我係經 Agoda 訂嘅 cabin style， 即係小倉房，只需3200 yen， 亦都係因為呢個價錢呢，令到我肯做 double booking 都要過嚟睇一睇。唯一一個缺點呢，就係佢嘅房門係用布簾，你貴重嘢呢就要鎖喺 locker 啦。而呢度嘅所有嘅房型呢，都係已經包含早餐嘅價錢嚟㗎啦。而我最欣賞呢，就係佢提高呢一個高質嘅護膚用品，而佢淋浴嘅空間呢，係非常之寬敞同埋舒適嘅，而佢哋嘅清潔程度呢，我係會俾9分以上。而另一間嘅 cabin style 呢，只係距離木至站2分鐘嘅路程，喺國際通上邊嘅 Abex Cube Hotel。我揀佢嘅原因呢，就係佢亦都係一個大集團營運嘅，喺同一個國際通，其實佢有另一間酒店㗎。而呢一間特色單人小倉房呢，我係經 Agoda 訂嘅，3100 yen， 唔包含早餐。佢同之前介紹嘅最大分別就係佢有自己嘅電視機、空氣清新機同埋正常嘅一個房門。而呢一間酒店呢，亦都有普通嘅雙人房同埋家庭房俾大家入住嘅。而 Upper Deck 嘅房型呢，就係咁樣嘅，你哋可以參考一下。而酒店附近呢，亦都有多個付費嘅停車場。
總括而言，4間酒店都各有特色，而且 CP 值好高。你哋又會喜歡邊一間呢？如果大家喜歡今集嘅分享，可以 like、comment、share同埋 subscribe。下集見。